北检侦办大罢免幽灵连署这个案件，台北市长郑万安呢，就这个机会讲，立法院应该祷告，是讲呢国民党呢无在条伊单独发动这个祷告。党主席朱立伦是话讲，会甲其他的在野党参详。针对这点，民众党这个党主席黄国昌强调讲，上好方式就是总统甲国会做伙定选，若无者就是送互民进党选输并队机会。最好的方式是总统跟国会一起重选。国民党提出祷告，和关键第三党搁再来评估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搁再提出，总统就要甲国会做伙定选。那要不然的话，你重选国会，结果赖清德还在这个位置上，这哪是叫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啊？这个是送给民进党啊，选输以后要翻桌啊的机会。倒阁之后，立法院是解散，请注意。赖清德解散国会，台湾会有60天的空窗期。毕竟法条的内容就要全体立委1/3以上人数对行政院长提出无信任案，伫咧48点钟内记名投票。若是全体一半以上同意，行政院长就要伫10天内辞职，同时会当请总统解散国会。意思就是讲，国民党无法度家己发动祷告，就要找民众党合作。不过，这个成立敢算会好？全面解散了后，实处恐惊是歹预估。民进党总调关键明就呛讲，国民党卖个丢毒啊，要提出就赶紧提出。急救章的来救火式的倒阁论，我们当然不必要随机起舞啊，我们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讨论。那天下也没有执政党在倒自己的阁啊。人民是否同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。至于倒阁，就宪法上而言，行政院是被动的。我没有任何的评论。进前到英台嘛，把话话哪辈不如就联手祷告。今嘛讲问讲，人民敢有同意？祷告的提案，搁再甲朝野的战火点倒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